据说主唱还没有来，警察还没有放掉主唱哦。对，他们刚才就是那个路上被警察临检，哎呀，貌似外劳这样子，尤其是那个主唱有没有？主唱来了，慢慢走过来这个，是是是，来，大家中间一下，站在中间一下。怎么样？大家晚安。怎么样？刚才发生什么事？啊，没有啊，就是被临检嘛。你是徘徊在麦当劳的门口吗？对啊，我讲阿 miss 的话，他就以为我是缅甸的嘛。你是讲吗？那我就懂了。没有。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哎，我要表演，你为什么要拿槟榔呢？有电视呢。你怎么会有槟榔？对呀，我们这个是有转播的呢。哎，对，不要拿槟榔。麻烦原住民的来宾拿威士忌稍微克制一下好不好？他是我的队员啊。哦，因为这次要参加原住民工会啊。哦，他的项目。原来你这次也是选手。台东县8号队。啊，剩下2个还清醒嘛？现在已经被临检了，剩下的。拜，好厉害。你有那个重责啦，因为关于我们的观众方面越来越少。哦，对，看得出来，对。因为新庄一带这边的原住民都是比较喜欢早点睡觉。早点睡觉。不错了啦，现场的观众给自己拍拍手好不好？你们能够留到现在，在座的同学，这边国中同学真的非常支持，辛苦你们了，对。哎，摇滚区你们还好吗？张震岳已经到了哈，你们要继续哈保持，但是一定要介绍蓝星乐团。对，他们是去年原贝大赏的第1名冠军队伍。马上倒退2步。哪里？我是害羞好不好？我看是数度脚呢。然后本身也是国小老师。对，是。在哪个学校任教？在台东县的中校国小。中校国，对。担任什么项目的老师？大概就是50公尺倒退跑这些。没有啦，就是一般的老师都会啦。就是琴棋书画都会。小学的老师都是通才。对，全部都要会。从他就教体育，然后之后就教美术，又教那个音乐。对，然后下学期他还有雕刻的课程。对，然后不会的话就是学生教我这样。对。好，蓝星乐团今天带来也是一大串的创作，对不对？好几首，对，好几首。对。哎，他才是真的阿美族的身高了，我们是这样对。真的我很高，你也不能这样讲啊！刚刚讲泰雅族他们也有，对不对？不会体育的啊。我们阿美族也有矮的啊。对了，我们阿美族有分比较高的跟比较漂亮的。讲到泰雅族，就讲到我们的那个李主任了。但是泰雅族几乎一直都是这样的，他们没有那样子的，几乎了。没有啊，我姐夫180哎。你姐夫泰雅的吗？对啊，凡事都有例外的。他一定有混到阿美了。第一首歌曲。第一首歌曲是献给所有年轻人，就是如果 rap 也可以流行的话，我们如果 rap， 你知道原住民说，我是靠英文，不要太勉强。rap， 有时候 rap。好吧，你就假装听懂嘛。好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大家能够用英文会唱的话呢？想说年轻人族语流失很严重，所以我把它用族语了。要用阿美族语的 rap， 哇塞！就不小心就冠军了。就冠军了。后来我那些奖金20万拿去付健保费。真的吗？啊，这首歌的歌名有讲吗？有啊，阿妹是 rap。阿妹是 rap。欢迎蓝星乐团。各位朋友们，当我们唱到第一个副歌的时候，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唱，好不好？我们练习一下阿妹组的。当我唱到。
好了，我们就。